彰化县政府去年1月时，伫彰化市的大埔路内来规划一个友善人行道的示范道路。不过有民众所反映讲，这大埔路内其实本就无介大条啊，说这人行道颠倒是互这乌多摆甲汽车呢会烧增车路，而且新围停车格根本就无方便出入，所以要求县政府就要检讨改善。 彰化市大埔路的上款有便当店、手持地店、坐坐卖食的店头。县府2005年1月伫遮规划友善人行道的示范道路，自设置以来争议不断，有民众认同，也有民众表示，人行道地使车路变下，汽机车前做一路，交通颠倒愈乱。更有店家跳出来反映，目前停车规划无方便出入，影响做生意。对行人来说，走起来蛮方便的。 比较安全。一线道综合的车道啦，吼，一台中华客运后壁总台拢免行。啊，即摆残障的啦、体位啦，共用一个车道，塞在一起哦。他们就说汽车也可以临停啊，所以不是只有可以停汽车而已，汽车跟机车都可以。 民众强调，大家拢支持人行道保障用路人的安全，但是大埔路原本就无大条，为人行道毋但造成会车无方便，嘛常常发生人行道违规停车行为。希望县府会当重新评估人行道的可行性。依据民众反映的意见，在去年6月及12月做了几项的调整，包括住户门前的出入需求、路口转角的人行道内缩、增设装卸货的一个专用车格。 那也针对店家门前的一个绿底人行道改成临时停车区。彰化县政府表示，大埔路标线型人行道划设了后，有针对民众的反映意见做过2届调整，包括出入口的改善、增加货车专用车格等等。针对人行道违规停车加占用行为，会加强处理，未来也会继续观察使用的情形，进行检讨加改善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